伫咧台南北区有一间咧卖金纸卖泡的店面，半暝1点外熊熊发生火烧，现场是搁传出哔哔哔哔的声音。消防人员拍拼2点钟了后，才甲这大火拍花。伫咧火场内底有发现到受困的头家翁仔某，拢已经无喘气、无心跳，送病院有关是救无回来。 大火对4楼的铁厝一直喷出来，这乌烟也冲上天。台南北区文贤路一间金纸店25半暝1点外发生火灾，也因为这内面囤真侪金纸，也个泡啊，现场声音是蹦蹦叫。也因为店内面囤真侪金纸，才会熬大火物件。大火大约是2点钟后拍花，消防人员有冲出一条救援通道入去内面，甚至去互这熊熊倒起来金纸挡住去路，最后是有把这头家翁仔某救出来。2个人身躯烧烫伤严重，无生命健伤，送病院了后救无回来。那我们到达现场之后，是否已经有浓烟窜出？那据指挥中心的资讯消息，是有2人受困在屋内，抢救燃烧的过程中它有发生大量的爆炸，还有燃烧。附近的厝边讲，这老翁仔某住伫遮超过20年，经营金纸店，因过厝边也捌甲提醒讲爱整理这物件。消防队前一阵仔也有来宣导用火安全，想袂到也未改善，就发生悲剧。 我拢有甲伊反映，但是无效。安尼哦。而且她老公上面还要养小鸟啦、养鸡啦，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。内底拢金嘛，拢冻到无靠路啊。商业的登记那它可能会达管制量，所以目前我们只是做预防性的宣导勤务这样。对，如果它有超过管制量的话，我们就会依消防安全设备设置标准去做要求。 针对小型量无大的金纸店，台南市消防局无固定时间安检，但是有继续宣导用火安全。台南市消防局表示，讲未来会继续宣导，也无排除强制安住警器，也若详细导火原因，阁需要调查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